從此，你生嚟的使命就是為人民服務。既然你本末倒置，那就由我手中長方來。拿出你全部的本事吧，這是最後的通牒。拒絕。九五至尊，現出發長式，水不可溺雷，雷不可擊我，魚必當朝我。九五至尊調，抹將來朝式，四海平分。